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合欢山测到17级的强风，是这个气象站2008年设立以来所测到的上强的阵风。啊，这个详细楼游客中心铁皮厝顶悬吊，武陵亭有庄仔角吹落涂骹。啊，专门咧直播这个即时画面的镜头君是无信号。另外，台14架线翠峰路段，这个摊贩的布棚吹害。这个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、甲东部温泉连外道路是土石流交通断路，也有这个台北线中环霹雳明隧道是崩山道路封起来。风台暴风圈吸入陆地，合欢山上雪楼愈挖中道，风雨愈透。上雪楼边仔游客中心铁锤厝顶，雨大风扇甲翘起来，边仔条啊嘛风扇甲断去，伫遐害哩。合欢山原定气象站今仔日早起7点13分测到上大阵风，即秒钟的速度58公尺之，超过17级风，是气象站2008年设立以来测到上大阵风，打破2011年10月风台移规15级的强阵风纪录。无领关键第一庄仔角嘛落个。直播即时画面的镜头，嘛互大风扇甲歪去，硬动也是动袂过透风，信号断去。有网友学了讲伊动到最后是生命奇迹。施工边仔拄设好的停车场电子收费站，机械风扇倒在地，电线甲内底零件落规涂骹，高市牌风扇甲破去，就连挡风铁片拢风吹到几10公尺外边坡。沿着台14架线行到梅峰路段，四界拢会当看到吹石头甲断去的树枝。当地单位的平价予风吹甲无看影，单位的头家伫风雨中无用收尾，避免造成更较大的损失。哇！有什么东西都损失掉了，这些水果不就都有啦，都有影响啦。山顶的农民欢乐落去登去，先甲抢修好的布瓦龟送往集会中心。到89线例行产业道路14.8公里的所在发生土石流，大量的土石一直冲到山谷骹，目前道路已经被行起啦。头巴士有限14.8K， 目前已经土石流，已无法通行。施工单位肯会规暂时阻挡土石继续处理个。另外，中环台北线98公里北山路段崩坑的头前，嘛发生着落石崩塌，加在无人甲车掉伫内底，道路易风性封起来。信义乡东部温泉连外道路到95线4.3公里的所在，嘛搁再发生着土石流，加在规模无大，汽机车勉强会当过。风台暴风圈的外围，伫南投已经造成灾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